喺馬竇福音有7個天國嘅比喻。上個星期講咗一個撒種嘅比喻，強調天主聖言嘅力量，亦都突出天主有改變人心田嘅力量。今日呢，又再講3個比喻，柚子、芥子同埋酵母嘅3個比喻。呢3個比喻，我想用天主嘅寬容呢個主題去講，因為3個比喻都能夠突出天主嘅寬容。我哋亦都用呢個主題反省呢3篇讀經。第一篇嚟自智慧篇，上文係提到由亞當到聖祖到佢哋嘅子孫，天主選民時時都離棄天主，但天主總係俾佢哋懺悔嘅機會，唔單止俾選民，亦都俾所有嘅人。如果佢哋最後仍膽大妄為，天主就予以懲罰。呢句話膽大妄為，天主予以懲罰，大概係暗示出谷記嘅記載裏邊，法郎膽大妄為，一次又一次天主嘅奇蹟，佢都死不悔改，所以受到天主最後嘅懲罰。選民應該記得呢啲教訓，但係作者立刻就改變咗語氣。呢位大能嘅天主，當佢施行審判嘅時候，係好溫和，治理我哋極其寬仁。作者可以話俾以色列民希望，公義嘅天主係時時都願意寬仁嘅。既然我哋承受咗天主嘅寬容，自己亦都要寬容去待其他嘅人，所以話義人必須憐憫眾人。呢個亦都係我哋新約裏邊耶穌教我哋念嘅天主經裏邊嘅說話。求你寬恕我哋嘅罪過。當我哋感受到天主寬恕我哋嘅罪過嘅時候，我哋有能力去寬恕得罪我哋嘅人。好，第2篇讀經嚟自羅馬書。大家都知道，保祿喺羅馬書裏邊強調因信成義，基督徒因為信耶穌基督而成為義人。佢之所以成義，唔係自己樣樣都做得好，而係依賴耶穌對我哋嘅寬容。十字架上嘅耶穌，佢嘅功勞遮蓋我哋嘅罪過。所以當我哋成義之後，嗰個生活應該係一個新嘅生活，將舊嘅忘記佢。如果我哋唔知道應該點樣做，保祿就話依賴聖神啦，佢指導我哋，甚至為我哋祈求，聖神會輔助我哋嘅軟弱。呢度帶出天主只係唔縱容罪過，但係時時願意輔助改變我哋。好，第3篇馬竇嘅福音呢3個比喻，好多時我哋睇呢3個比喻嘅時候，往往只係睇到公義嘅結果，就係比方柚子最終都被投入火中焚燒。但係如果我哋整個故事去睇，特別係睇整個過程，我哋就會感覺到天主嘅寬容。故事裏邊話，當僕人一睇到柚子出現嘅時候，就提議將佢劈掉。但係主人好寬容地讓佢哋繼續存在，直至到收割嘅時候。收割嘅時候就最後審判嘅時候。人嘅一生其實好長嘅時間，比喻世界裏邊柚子同麥子本身都唔會改變，但係喺人真實嘅世界裏邊，麥子係可以變為柚子，柚子亦都可以變為麥子。好似撒種嘅比喻一樣，人嘅心田係可以改變，路旁石頭地荊棘亦都可以改變為好嘅地。人一生其實時間係好長，天主一直喺度等待，一直係寬容，佢唔願意
任何人喪亡，希望邪惡嘅幼子會變成善良嘅麥子。喺芥子嘅比喻裏邊，天國一開始係好少，好似芥子嘅種子咁少。如果我哋睇過芥子有幾少呢？你會發現真係少到風都吹得起嘅。但係咁少嘅種子，當佢長大起嚟，可以容納天下嘅飛鳥，亦都暗示天國能夠容納所有嘅人，包括曾經係罪人嘅人。呢個芥子嘅比喻大概可以回應法利塞人以往嘅做法。法利塞人佢哋嘅呢個所謂法利塞黨人，法利塞有與眾不同嘅意思，覺得自己係同其他嘅人唔相同，其他嘅人未能夠謹守天主嘅法律，所以佢唔會容納喺天國裏邊，只有謹守法律嘅人先至可以入去。咁法利塞人認為自己就係呢種人。呢種咁樣嘅法利塞人嘅想法，能夠喺今日都會出現能夠係某啲教會認為你唔喺我嘅教會裏邊，天國就冇你份嘅，除非你加入我嘅教會。忘記咗聖經嘅教訓唔係咁聖經嘅教訓，天主係容納所有嘅人，芥子長大起嚟可以容納天下嘅飛鳥。酵母嘅比喻更能夠突出寬容嘅信息。酵母係好少，但係發酵嘅作用好大，能夠使三斗麵全部發酵。三斗麵係好多噶，但係少少嘅酵母就使到佢能夠全部發酵。有啲教父話，女人比喻裏邊嗰個女人係指邊個能夠係指聖母瑪利亞，或者話指教會。瑪利亞同教會都係幫助人去改變，發酵成為天國嘅麵團。我哋時時都會講，我哋要做地上嘅鹽，世界嘅光，不妨可以多加一個耶穌所講嘅比喻，要做酵母，使到人符合天主嘅旨意發酵起嚟。雖然酵母係好少，我哋亦都係好少，外面邪惡嘅力量好大，但係天主能夠用我少少嘅酵母，使其他嘅人都發酵。我哋可以成為天主嘅芥子，天主會使佢成長成為大樹，係吸引所有嘅飛鳥嚟棲息。否則呢啲飛鳥可以飛到柚子嗰度去棲息。我哋要幫助天主成為包容嘅工具。好，我哋反省呢個主題天主嘅寬容。寬容係包括咗寬恕同包容。天主時常願意寬恕同包容，呢個正正係天主慈悲嘅特質。呢個特質唔單止係新約嘅時代耶穌來臨先至有，其實整部舊約都處處透露咗天主嘅寬容。今日我哋嘅答唱詠聖詠第86就好清楚講，我主你良善又寬仁，你緩於發怒，極其寬仁，極其信實，求你回顧我，憐憫我。呢個係聖詠嘅作者感受到天主係極其寬仁。舊約裏邊有約納先知向尼尼微人宣告天主嘅警告，結果就係尼尼微人相信咗先知嘅說話，由大到細都悔改，天主就收回佢懲罰嘅預言，搞到先知呢就好唔高興，發晒脾氣，認為點解天主要寬恕呢啲人呢啲罪人，同時令到佢好冇面佢作為先知宣告呢個信息，最後都冇兌現到，呢啲惡人抵死有餘。故事裏邊天主就回答啦，你養一棵蓖麻係一棵植物嚟嘅，因為呢片蓖麻長大咗之後替先知遮陽光，所以先知好喜歡呢個蓖麻。
等到呢株蓖麻被蟲咬死嘅時候，佢就好可惜。天主話：你連一棵植物嘅死，你尚且覺得珍惜，尼尼微人有12萬人，難道佢哋悔改，天主唔應該憐惜佢哋嗎？呢句話係結束咗約納先知書，亦都係一個好清晰嘅訊息。天主對所謂惡人都係憐惜嘅，唔願意任何人喪亡。如果佢哋能夠悔改嘅呢，天主慈悲幾時都大過佢嘅公義。呢個亦出咗天主嘅寬容，喺舊約裏邊就有啦。最近香港發生咗一啲慘劇，一個媽媽自殺死咗，幾個鐘頭之後，13歲嘅女跟住媽媽又去自殺死咗，全香港嘅人都為佢哋嘅死惋惜。有一個教友走嚟問我：神父，呢對母女自殺咗，會唔會喺地獄裏邊？咁我嘅答案就好清晰，我話我唔知道邊個喺天國或者地獄，呢個審判係天主嘅事，我哋冇資格去做審判。但係我哋作為教會嘅一份子，應該為佢哋祈禱。呢個係教會嘅態度。教會喺天主教教理裏邊有關自殺嘅問題嘅時候，俾咗一個好清晰嘅訓導，就係話我哋唔知道，我哋相信慈悲嘅天主能夠用一啲唯有佢知道嘅方法，使到自殺嘅人有懺悔得救嘅機會。我哋只係為自殺者祈禱。呢個係我哋應該有嘅態度。我哋唔做判斷，我哋實在唔知呢個係天主嘅事。但係我哋為呢啲不幸嘅人祈禱。我哋教會喺每一台彌撒裏邊都係用同樣嘅方法為去世嘅人祈禱，求天主使到呢啲去世嘅人能夠享見佢聖容嘅光輝。每一日嘅彌撒裏邊，我哋都係為已亡嘅人祈禱，唔論佢係乜嘢人，我哋只係希望慈悲嘅主能夠寬容地對待所有嘅人。耶穌嘅比喻係好清晰，佢願意人做麥子、做芥子、做酵母。我哋周圍的確好多有子罪惡嘅存在，耶穌冇叫我哋去拔除，而係派我哋去改變。喺哲學上，我哋會話惡係善嘅缺乏，好似理論上呢啲嘢唔係實在。要消除惡最好嘅方法，其實就係用善去填滿佢。呢個亦都係我哋基督徒嘅責任，為天主做芥子，去長大包容天上嘅飛鳥，為天主做酵母，使自己身邊嘅人受到你嘅感染，而去改變自己，成為天主發酵嘅麵團，使社會家庭嘅暴力唔係因為害怕被罰而減少，而係受到善行嘅感染而參與善行。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，阿們。